你敢支持台湾的普通刑法维持死刑？我支持维持死刑，因为我认为爱互受害者甲受害者的家属一个交代。反对维持死刑，因为我认为会当用武器徒刑去代替死刑。我支持维持死刑，因为受害者的抗拒无法度完全复原。若无死刑，歹人可能就袂惊，而且为虾米伊会使杀人，阮袂使杀伊？我对死刑的了解也无遐济，我感觉可能伊有伊的原因，才会有死刑这个物件存在。NGO 老成学加入高中校园，要来甲学生挑战一个上有争议的问题。你敢支持台湾的普通刑法维持死刑？有的人主张爱保留死刑，认为犯重罪爱付出代价，才会当安慰受害者甲家属的心。嘛有袂少人反对，认为死刑并未当真正阻挡犯罪，而且干那处理犯罪者，无法度解决社会上根本的问题。节目正式开始进前，请请同学投票。这不是是非题，是每一个人对正义的定义。我嘛邀请 NGO 老先觉来到现场，准备甲同学正面对决，嘛要挑战你对死刑的看法，敢有法度成功甲你说服，互你的力量改变，咱做伙看落去。大家好，我莫律师，欢迎大家来到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废死联盟的工作，除了推动法律的守则、救援死刑的冤案、关心感觉来的同学，上重要的就是宣传废除死刑的重要。挑战开始之前，先来看同学选择应该继续维持死刑的立场甲看法，结果敢会互人料想袂到。听讲啊，这是学校内同学因投票投出来的结果。虽然啊，支持死刑的同学也还是较侪。不过啊，我看到要三成的人支持废除死刑，我个人认为啊，已经是足悬的。所以讲，希望这届去学校甲同学交流了后，会使得到更较侪人的支持，嘛，互更较侪人知影讲咱废死联盟的理想。明仔载就要去学校甲同学交流死刑的议题啊，希望大家会使甲我加油。大家好，我是吴宇峰，我是一个律师，平常时嘛有伫补习班，教这犯罪学、奸诈学这块国家考试的课的内容。我的兴趣啦，是拍野球、看野球，甲野球所有关系的物件，我拢有兴趣。我甲一般律师较无共的是，我的研究所毋是读法律的研究所，是读犯罪学的研究所。因为啊，我为大学开始就加入废死联盟做志工，所以讲希望今日我对这犯罪议题有小块的研究、小块的经验，希望今日到这会使来挑战成功。感谢大家。挑战正式开始，同学已经准备好问题，要甲 NGO 老先觉考互倒。每一个拢针对敢要继续维持死刑来做争议的重点。莫律师的回答敢会当说服现场的同学？有人要甲我问题无？好，请。律师你好，废死联盟认为以命偿命是一个对生命的无尊重。不过，恁敢有考虑到受害者家属所期待的正义？伫现实制度甲辅导资源无够之下，安尼敢毋是互因着伤一摆？好，我先甲大家问一个问题。这是一张白纸。我若是甲这张白纸拄互破，请问我要安怎甲这张纸来复原？应该是有足侪方法啦无论是你想要用符的，也是要用打的，重点就是安怎？重点就是咱要互这个空，甲复原嘛，甲填好满。所以讲，无论是你是要安怎来甲我处罚，这个空拢被家己来复原。所以讲，死刑嘛是安尼。咱若是真正有关心被害人的生活，咱应该甲关心的重点放伫讲被害人的需求，被害人有需要安怎斗相共，毋是讲要已经甲犯罪者处罚，因为你敢若甲犯罪者处罚，被害人心中的迄个空是被家己补起来的。因为我认为犯罪人就是这个犯罪事件的来源嘛，所以为什么直接解决犯人这个问题就好？多谢。好，这互我想到，咱废死联盟差不多伫7、8年前有做过一个活动，叫做全民做伙参详。这活动的内容啊，就是咱伫台湾大关市用讨论的方式，大家来讨论讲死刑的替代方案。
哦，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提出足侪方法。不过咱发现讲哦，这背后大家上关心的哦，其实是社会安全。哦，所以讲，无论是死刑也是处罚，只是讲互社会更较安全一种方法。无论是讲会增加咱的社会福利，哦，也是增加咱的警察的人数，哦，也是增加咱司法体制的预算。哦，这拢是一种方法。哦，咱唔免一直徛伫内底讲想安怎处罚的方式。哦，因为要互社会变更较安全的方法有足侪种。想要请问律师，即马若是台湾政府甲死刑的制度改做无期徒刑，那安尼新制度所需要的社会成本，敢是要互全体的纳税人来负担？台湾社会现况敢有才调承受安尼人道的高成本管理？甲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啦，吼。台湾即摆的监价内底吼，已经有5万外个人，吼，因为啊有部分的监价超收的比例已经到40%啦。所以讲，台湾即摆监价的状况是非常的低，所以讲台湾即摆监价的预算啊是足无够的。哦，但是咧，台湾即摆的现实状况是大家想要甲这犯罪人关愈久愈好。哦，所以讲，咱想要甲这5万外个人加关几年，哦，但是煞认为，哦，台湾这30几个死刑犯要甲重新监禁，会互咱的预算无够。我认为啦，这两种想法，哦，本身就是冲突的。哦，总结来讲，台湾的监价预算已经无够啊，甲要重新监禁哦，无啥关系。律师你好，有人的意见是，自从113年宪法第8号出炉了后，宪法法庭有明确死刑适用的范围，条件嘛是上严苛的。在这个框架之下，要搁执行死刑非常的困难。考量现状了后，为什么恁搁继续坚持废除死刑立场？为什么？哦好，头先哦，2025年到台湾已经有2个死刑判决，所以讲台湾即马要判死刑哦，毋是一件足困难的代志。好，过来，即马台湾啊，社工的能力欠缺，司法单位的预算遥远就紧张，但是咧，死刑啊，就亲像国王的生意，若是画出来大家都加做，这个社会有变更较安全。所以讲啊，人民毋捌复杂的刑事政策，台人嘛袂使解决问题，但是咧，人民介意来台人，而且台人是一件足简单的代志，所以讲啊，政治人物为着人民的选票，自然就会选起来台人。所以讲，咱支持废除死刑啊，因为死刑只是政府要骗你社会有更较安全的白茶会。我认为，若是废除死刑了后，政府才袂使家己糊弄，政府才有法度真正来面对咱要互社会更较安全的问题。请问各有同学有问题无？我有问题。好，请。你好啦。律师你好，头拄仔吼，我替阮查某囝去学校啦，拄好经过遮啦，我听到你咧讨论遮个代志，我有一个问题啦，就是头拄仔吼，同学因拢有提出家己的问题，既然问题遮济，都来办一个公道就好啊，安尼问题就解决啊啦。我想要知影讲，要公道应该有足侪题目但是咧，台湾即马就是遥远有死刑。而且若是真正对宪法判决的内容有受法其实啊，这就是一条法律咱其实会当透过立法委员的修法来解决大家心中的问题所以讲免开几啊页搁办一届公道。所以我之前就咧想讲，为什么一开始要公道中段话搁讲不爱我即马知影就是立法院因就会使决定这件代志安尼啦。你嘛知影你嘛知影我拢知影，我知影，谢谢。经过对答的规定了后，你认为 NGO 老先家的回应有办法成功说服现场的同学，还阁有受误妈妈无？刷落来，咱要进行第2届的投票，关心有58%认为死刑爱保留的比例，敢会产生什么改变？不过要公布结果之前，咱先来看大家较常会出现的发言错误。复原，无期徒刑，加压，废除，冲突。秀我妈妈来啊！好，咱投票的结果已经出来啊！即马要请阮的律师帮阮家己开牌，不够恐怖的，我家己开。我现在开无意见。无意见。这是拢无人啊！这顶管应该是原本的趴数吧？对。好。所以讲大家即马就拢足有意见啊吼。足有意见。
所以你要先开倒一个？开反对的好。但是反对变较济，我就先讲啊吼。Oh my god！ 哦，被。律师甲同学的诉辩结束了后，虽然反对维持死刑的比例小可提升1%，不过支持维持死刑却为58%增加到74%。看起来现场的同学倒是认为应该爱维持死刑。NGO 老师甲调解失败，请继续拍拼。真正今日足感谢吼，有这个机会来甲大家交流死刑的议题。吼，咱家己知影吼，废除死刑吼是真足困难的代志。无论是废除死刑啦，也是要维持咱社会安全。吼，这拢是一件大家需要用一世人吼来思考、来想的代志。希望讲未来会有机会来甲大家交流。嘛希望讲大家未来会继续来思考讲要安怎互咱的台湾的社会变得更加安全。吼，感谢。我永远是支持死刑啦。毋过今仔日听律师安尼讲，我感觉社会安全啊，一寡无共款的角度会当去，互我更快快思考这个问题。感觉这社会还阁有真侪讨论的空间。我支持维持死刑。我也是支持维持死刑。我共款是反对维持死刑，毋过我认为嘛无关系，因为重要的是支持甲反对双方的交流甲讨论。我感觉加听一寡各方面的物件，拢甲听咧，你才会知影讲哦，阁有即种想法。你好，哦，我感觉今仔日真正足欢喜的啦，因为吼，头拄仔坐伫我身躯边的高中学生吼，拢甲阮大汉查某囝的年纪差不多。哦，我会使安尼听伊的意见，我感觉足赞的。啊，阁有啦，我感觉一寡议题吼，咱平常时拢是去讨论迄个结果是啥物，但是过程当中，咱爱如何去加强，我感觉嘛是足重要的。啊，阁有哦，这学生吼，台语讲了袂歹呢，我感觉足赞的，哦，有够欢喜。啊，好啦，时间嘛差不多啊，我要去送便当互阮囝吼，吼，我先去楼骹哦，吼。伤假啊啦！NGO 创啥物？